针对上主来，伊袂互你跋倒，你的保护者袂拄眠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，嘛袂困去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的身边做你的阴影，伫保护你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暝是月嘛袂害你。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害，伊会保守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OK， 愿这个上帝，你信靠伊，然后伊保守你。咱这个时，咱来看一首圣诗491首。491首，当伫青年时代，人生充满选择，思想看法，追求应答，面对愿望疑惑，主，阮要归向你，求你引带无离，伫阮一生所行所做，找你形象旨意。这真水的一首诗吼，当伫青年时代吼，咱伫咧吟诗的时，小可想伊的意思，真水啊！来，当伫青年时代，人生充满选择。思想看法，追求应答，面对愿望疑惑，做阮要归向你，求你引带无离，伫阮一生所行所做，做你形象旨意。才尾啊，才讲，伫阮一生所行所做，找你的形象，找你的旨意。所以，伫咱的一生，毋是照咱的意思伫咧活，伫咧找迄个创造咱生命的主，伊的旨意，伊的形象。亲像耶稣讲，愿你的旨意伫成伫我的身上。咱过来看495首。495首，可能这首较无遐尼熟吼。上帝是我一切愿望，坚固我心拢无离，带我经过乱世稳当，善良真实就是伊，只有伊应徛起。调我心神归属伊，来，上帝是我的马，来，上帝是我一切愿望，坚固我心拢无离，带我经过乱世稳当，善良真实就是只有伊应徛起，调我心神归乎伊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愿你是阮永远的愿望，阮一生的良善，拢是归向伫你。阮一生会当创什么？一切拢是为着荣光你。当阮的人生真正为着荣光上帝来存在的时，每一个生命拢变做真有价值的人生。愿上帝赐福阮，引带阮。当你的百姓来就近你的时，愿圣神充满逐个人的心。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咱要做伙来敬拜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。40年前，我是一个唔敢举麦克，唔敢行伫台前，讲话会紧张，看人面会红，甲狗兄做朋友的囡仔。今仔日我会当徛踮遮，摕麦克唱诗歌，带敬拜。这亲像圣经腓立比书4章13节安尼所讲：踮伫想事我快乐的，我事事拢会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邀请你和这用歌声来敬拜，再加上咱的普啊声。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荣耀哈利路亚！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荣耀哈利路亚！耶稣平安的王，荣耀哈利路亚！耶稣平安的王，荣耀哈利路亚！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荣耀哈利路亚！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荣耀哈利路亚！耶稣平安的王，荣耀哈利路亚！耶稣平安的王，荣耀哈利路亚！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荣耀哈利路亚！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荣耀哈利路亚！耶稣平安的王，荣耀哈利路亚！耶稣平安的王，荣耀哈利路亚！用歌声，用谱啊，咱都要加上咱的身躯甲脚，邀请向这做伙起立，做伙来做。歌声用拍谱啊，再加上咱的身躯以外，再要加上，请离开咱的座位，去请安，去握手，去拍招呼。万王的王，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荣耀哈利路亚！咱去学乐，咱的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伊是值得荣耀、值得学乐的。
敬拜，咱用抱仔敬拜，咱用身躯敬拜，咱用脚敬拜。最后，要邀请咱兄弟加上心灵甲诚实，做伙来敬拜。万方的王，万主的主荣耀，哈利路亚。咱敬拜对象是万方的王，万主的主。荣耀，哈利路亚。耶稣平安的王荣耀，哈利路亚。耶稣。请要用心性甲心灵做伙来敬拜万方的王。万方的王，万主的主荣耀，哈利路亚。万方的王，万主的主荣耀，哈利路亚。耶稣平安的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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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，哈利路亚。顶礼拜是个活节，咱咧庆祝耶稣基督死过活。伊是万王的王，伊是万主的主，伊担当咱一切的挂虑，伊想赐咱平安的活命，伊要用疼包围咱，伊予咱的心喜乐，伊要充满咱。这个时阵，伊嘛要充满咱，永福教会。上帝用疼包围咱。上帝叫你用一生气，让一条来包围你，你被充满力
所有兄弟，用这首诗歌成做咱的祈祷。上帝啊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用信心、用听来包围阮，感谢你用你的听来包围阮。咱做伙用祈祷的心，做伙来唱。上帝啊，阮感谢你，上帝的囝用听来包围你。中我里
请起立。来啊，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。即时，请咱坐念10条诫。第1诫：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。第2诫：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。不论天顶、地洲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，拢毋通做因的像，毋通敬拜因，也毋通服侍因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断断毋容允用别的上帝匹配我，怨恨我的，我归咎伊的罪，对病到囝到3、4代，听我受我诫命的，我施恩予伊，直到10代。第3诫：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，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。第4诫：着吉日安息日守伊做圣，6日内应该着活，做你一切的工。独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。一日，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奴婢、精师，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，一切的工拢毋通做，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，第7日就休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，设立伊做圣。第5诫：着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。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久长。第6诫：毋通害死人。第7诫：毋通行奸淫。第8诫：毋通偷窃。第9诫：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。第10诫：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，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、奴仆、奴婢、牛、驴，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。这是阮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呼召阮进入你的圣殿中敬拜你，互阮有福分甲你亲近。透过你的话语，帮助阮更新调整阮的性命。我们为着永福的牧者、长职、团契活动、课照班，恳求你施恩赐福，补助一切的欠缺，更加看顾身体欠安、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。求你亲身来医治因、安慰因。愿献就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是咱做伙来启用启应文第30篇。我举头看山，我的帮助对上主来，伊袂互你绊倒。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，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立时日头袂伤你。上主会救你脱离逐项灾难，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这是来强读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记载伫出埃及记4章第10节到第17节。出埃及记4章第10节到17节。摩西对耶和华讲：“主啊，我平素毋是会讲话的人，对你甲你的奴仆讲话的了后，也是安尼。我是喙齿钝的人。”耶和华对伊讲：“创造人的喙是一水啊，互人下狗、臭耳人、目睭筋、
痴迷的是一水啊！敢毋是我耶和华吗？打你去啊！我要想诉你口才，敢是你所应该讲的。伊讲：主啊，你合伊切是水，就切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发出受气讲：敢毋是有你的兄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伊是会讲话的人，搁伊打出来赢见你，伊一个看见你，心内就欢喜。伊就对伊讲，用所应该讲的话传互伊。我也想使你甲伊有口才，搁要教示恁所应该行的事。伊要替你对百姓讲话，伊要对你尊做喙，你要对伊尊做上帝。你的手就拿即支拐仔，用伊来行神业。第二位圣经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书4章第13节。腓立比书4章第13节。踮伫想事我快力的，我事事拢会。即时请咱来读金句，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书4章第13节。请咱做伙，踮伫想事我快力的，我事事拢会。踮伫想事我快力的，我事事拢会。献诗，少年团契要献的诗是：我的心立着俄罗主，我的心立着俄罗主。讲道今仔日团队要分享的是建立自信的秘诀。建立自信的秘诀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即是阿头来祈祷。
全能的天父，愿聚集伫你的圣殿敬拜你，是何等的欢喜，何等的满足，因为阮还得会当行，会当喘气，有生命的活力，有健康的体力。即时，阮要用全心全意甲诚实来敬拜你，领受你的话语，互阮的生命因为你的恩典的疼，坚固阮的信心。阮有时会自卑，无啥欢喜家己，面对挑战会惊吓、软弱，对家己信心无够热，无有勇气去接受挑战甲试炼。求你甲阮治地，互阮因为你靠主得胜有存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吼建立自信的秘诀吼。咱知影讲，咱的一个人的一个自我概念的一个形成吼，是有一个就是讲自我认定吼，你安怎认定你家己吼？第二个就是讲你要安怎评价你家己，你是安怎评价吼？第三个就是讲你要安怎有你的迄个自我的理想吼？大概分做即三个阶段吼。有一个人吼，伊真自卑感嘛吼，因为伊感觉伊家己吼生做真矮，佫真歹，佫真乌，嘛真笨，笨桶安尼啦吼。因为伊的哥哥吼，拢总是考调台中一中啦吼，考调中中啦吼，伫学校吼，拢是吼运动选手吼，拢是用做选手吼，所以拢运动拢足出名吼。结果吼，家己吼伫高中的时阵吼，家己伊的理想目标就是要考调中女嘛吼，因为哥哥拢安尼，伊就感觉讲爱出诶。结果伊家己安怎感觉讲家己足笨桶的吼，嘛感觉讲家己足见笑的吼，伊感觉讲别人拢真好吼，所以家己拢总无啥好，所以迄自卑感的认定的时间吼，认定吼，迄个时间就是讲我真笨桶，我是无好，吼，所以一个自我认定就是这个吼，这是自我认定。另外一个叫做吼自我评价吼，就是讲咱伫社会内底吼，譬如讲伫外在，咱有一寡评价，譬如讲伊的身悬吼真悬大，伊的外貌真水吼，伊的学历真悬，工作真稳定，佫趁真侪钱吼，薪资嘛足侪，社会地位嘛足有诶吼，有车有房子有婚姻嘛足好吼，用这个拢来决定伊家己的评价，咧评价家己吼。因为伊才时阵就无考到即个中女吼，所以伊考到第2个志愿，所以当时迄个时阵，无论是外口主观还是客观，即个伊会拢会感觉讲，伊的评价，家己的评价讲他是次等的，第2等的吼，毋是第一等的吼，所以呢，伊就感觉讲伊无够优秀，这是安怎自我评价吼，评价伊家己。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吼。对主观对即个客观对家己的自我认定，安尼了后，伊家己嘛有一个想法，伊的理想是要啥物款的目标来去帮助你家己会当哪来哪好吼。所以伊细汉的时阵，伊无考调吼，伊就感觉讲吼，伊即世人已经年纪哪来哪济啊吼，所以伊即满吼，伊的年纪哪济了吼，伊其实伊的自我吼理想就变搁较简单吼。伊讲真简单，伊讲吼，伊定来想要过单纯的生活。伊讲只要要健康，有法度行路，会当自由来喘气，佫吼每一工拢做真有意义的代志，会来服侍，伊的心就心满意足，伊的理想甲就安尼尔吼，真简单吼。所以人吼，有当时咱拢会选择吼，用迄外在的社会价值吼来评价咱家己吼，常常带来真大人际关系一寡困扰吼。不是拢咧比讲你较悬，我较低吼，安尼一种对立的状况吼，亲像讲吼，优秀的人吼，真容易对骄傲来骗想别人吼，拢感觉家己自以为意啦吼。若外在条件吼真差的时阵，就感觉哎呀，真自卑感啦，真重，嘛会家己会贬损家己吼，所以伊的认定时刻，头拄我讲迄个人，伊嘛是讲认定的时刻就是自卑吼，所以有时咱若感觉外在条件真好的时阵，咱就会自高，毋过有时外在条无好的时阵，咱就搁搁自卑，吼，这拢毋是上帝咧教示咱的价值观吼，所以今仔日咱要想要讲即个建立自信的秘诀，嘛是咧讲这吼。咱对耶稣咱来看，伊是救世主，伊一生吼。伊是君王，伊嘛是救世主。伫世上还是地面上，全国来讲，伊是第一个吼。问题是安怎？伊的性命，伊是用谦卑、做奴仆，
虽然伊有遮尔大、遮尔好、遮尔全能，伊嘛是咱的救主。问题是伊诚做奴仆的款式来服侍咱，吼，疼惜咱，这是一个疼吼。啊，你看伊选的人，你看伊选这个学生，伊学生有足侪种吼。第一种是医生，另外嘛有渔夫啦吼，啊，佫嘛掠鱼的嘛吼，佫有税吏吼，抽税，啊嘛有革命者吼。所以伊耶稣竞选人吼，拢毋是咧看外表，耶稣竞选人拢是看你有心，有想要跟对伊的脚步来行无？吼，伫阮新学生当中嘛是共款，我嘛感觉新学生哪会安尼差足济哦吼。你有感觉有诶拢是足优秀诶吼，啊有诶感觉哪会这嘛来读安尼吼，你嘛有感觉怪怪安尼吼。毋过上帝拢安怎？伫遐人顶面拢显就伊诶荣光吼。所以只要上帝若看重伊、帮助伊吼，伊诶生命就无共款吼。所以伫上帝眼中吼，咱是啥物款人佫较重要。吼，伫上帝眼中，咱是啥物款人？我相信咱拢无完全，咱拢是罪人。啊，毋过上帝因为疼咱吼，所以伊用伊的独生囝耶稣的宝血来洗清咱的罪吼。所以咱只要着安怎信、喙承认吼，主耶稣是咱的主吼，咱的身份吼。啊，我即摆上爱的身份就是讲，我是基督徒。我即摆身份，我上爱就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上帝查某囝。哦，即个身份吼，我感觉讲真满足，因为咱也有上帝做咱生命的帮衬。吼，咱有啥物好惊的？啊，咱有啥物好自卑的啦？吼，好，所以人的价值，咱搁来看吼，人的价值其实分做两种。第一种就是讲吼，外在的价值，头拄我已经讲过，这个外在的价值就是这外在的条件，这拢是，这我不是咧讲，我著莫搁讲这个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著跳过。就是外在价值，就是咱的生命咧追求这个社会价值吼。另外一部分吼是内在，这是我想要甲大家较分享即部分吼。内在价值吼，咱知影讲吼，这是一个人生命内底的涵养。即个物件比啥物佫较重要，因为即个物件较无容易去变化吼。所以人的生命吼，你看咱圣神拢一定爱，咱讲要基督徒爱结圣神的轨迹有9项，倒9项来，咱来念一遍，倒9项来，大家念者，预备来。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忠信、温柔、存在，吼，迄加一字吼。所以伫即个中间吼，啊，佫一才有信息吼，忠信，伊个忠信就是啊，吼。好，即个价值吼会决定吼，咱将时间吼，咱开伫倒位。吼，啊，即个人吼，若甲上帝关系安怎吼？即个人是毋是吼有好诶生命品质甲涵养？吼，即个人是毋是真主动、真积极，啊咧关心人？伊诶进取心有强无？吼，啊，即个人对家庭是毋是有迄个责任感？是毋是会当疼别人？是毋是会当尊重别人？是毋是会当信任别人？是毋是会当接纳别人？是毋是会当疼惜，嘛会当防疼惜？吼，啊，做代志是毋是有迄个肩胛头？啊，有担当无？有法度承担即个责任无？这拢是佫较重要，即个内在价值。所以咱就分做两种，一个是外在价值，一个是内在价值。吼，所以即个内在价值佫较重要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我相信吼，真正吼，信靠主，啊，佫会当吼活出基督的人吼，拢有遮个内在价值伫咱中间吼。伫生命的中间，伫咱的人际关系，甲是咱的翁仔某的关系中间吼，咱咧做伙的时阵，咱的斗阵嘛是爱有真有艺术，互相去帮扶。咱爱加较侪时间去看迄个内在价值，吼，外在价值拢是其次的。毋过你有发现无？咱咧选翁还是选某的时阵，外在价值拢变做安怎？敢若真重要，因为甲人会比拼哩。即个人带会出去。吼，即个太太带会出去，即个翁带会出去，咱感觉讲，即个外在价值佫较价值。毋过较重要是安怎？迄个内在价值是佫较无形的，佫较无形的吼。所以毋过你发现外在价值随时咧变，迄拢短，时间拢真短。你有感觉？有个人一个破产，啥物拢无去啊。吼，所以这真拢是外在价值，敢若约伯共款，安尼一暝中间啥物拢无去啊。吼。啊，毋过迄个内在价值是伊甲上帝关系一直咧牵调吼，这是拢你，这是足重要吼，迄个内在价值吼。好，啊，伫圣经内底吼，咱来看吼，圣经内底吼，啊，一个
撒母耳吼，伊要选以色列王的时阵吼，遮有一个经载吼，伊讲吼撒母耳伊有看见，伊咧选王的时阵，看见一个以利亚啦吼，伊就感觉讲，即个以利亚吼，生做足悬大的，外貌嘛真将才啊，咧足水安尼吼，嘛感觉真有迄种王的架势安尼吼，所以伊就感觉讲吼，即个袂歹吼，就感觉讲要来选即个啦吼，毋过耶和华吼，就对撒母耳讲吼，讲吼，你毋通看伊的外表吼，甲看伊的身躯的大汉吼，我讲我竞选人吼，人就是拢咧看人的外表吼，毋过我咧讲，我是咧看啥？人的啥？内心吼，我是咧看人的内心嘛吼。好，上帝吼对以色列人讲吼，伊嘛是安尼吼，即嘛是咧你看人甲人的中间吼，伊嘛是共款，咱的生命中间吼，上帝看人的内心。所以你的内心有污秽无？吼，上帝拢知，拢看有。你有咧行善无？上帝嘛看有。吼，你行歹，上帝嘛知。所以你无论做啥物代志，伫光影影的中间，也是暗摸摸的中间，无论你做暗摸摸的时，你做歹代，毋过上帝嘛拢知吼。所以咱爱真正知影讲吼，咱的生命中间吼，迄个外在甲迄个内在，咱上帝咧看迄个内在，所以外在是是会改变的，即个内在是咱的生命中间，佫较会去去掉的吼。上帝嘛，伫即个中间吼，即个摩西吼，中间上帝吼对以色列人就安尼讲吼，讲你出去甲对敌交战的时阵吼，你看到马吼车甲真侪百姓，伊拢比你较侪吼。所以恁都毋免，伊讲吼，迄拢无要紧，迄拢毋免惊，这是外在的，这是外在的吼。伊讲你拢毋免惊，因为安怎？因出埃及吼，因为吼，上帝要带恁吼出埃及的地吼，所以你的上帝要甲你伫地。所以重点是啥物？上帝甲你做伙，同齐去相战，毋是靠你家己车马人的原因。你有发现无？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有时咧甲人相伴烂的时，拄着问题、拄着困难的时，你就感觉讲你想要甲伊安怎？要甲伊拍，要甲伊变，还是要甲伊征战的时，你就感觉讲靠你家己，真正是有限，爱靠上帝，上帝才是无限的上帝吼。伫圣经内底吼，伫出埃及记嘛安尼讲吼，伊讲吼，上主讲，我的百姓伫埃及的时阵吼，因的困苦，我实在已经有看见。才有咧讲吼，上帝有看见咱的困苦，伊受毒工苦毒来大声嗷叫的时，我已经听见，所以上帝嘛听见你的苦毒，你受苦毒，吼去互压制，去受苦毒，去受迫害，吼。伊讲我本来知影因的痛苦，所以你的痛苦上帝拢知，你心肝内艰苦，上帝拢总真清楚，吼。伊讲我今仔日落来，我就是要救大家安怎脱离。埃及的人的手，吼，带恁，带恁出去的所在，吼，因为咱会当去肥、佮水、佮开阔的所在，吼，到流奶甲蜜的所在去，就是迦南地的所在，吼，即个遮的所在，伊要甲恁伫地，上帝要甲恁伫，要叫恁脱离迄个艰苦受苦的。咱即摆来看即个图吼，即个图就是埃及吼，就是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我互恁看即个图吼。咱对面顶即个埃及即个所在，一直落来，咱看一条线一直落来，咱就看虚线迄个红线迄个点落来，西奈山吼，遮佫经过旷野，佫踅一列吼，佫对摩押以东这个所在，佫转去遐甲高兰地，所以踅一连足大连，即大连安尼差不多120档的中间啦，吼，有遮尔久的时间吼。我是互恁看即个图，知影讲即个摩西要带以色列人要经过遮尔，才是真辛苦的所在吼。安尼遮尔久的时间吼。好，即马即个伊讲吼。伫出埃及第9集甲第10集安尼讲，伊讲吼，当以色列人的嗷叫的声吼，我拢有听见，我嘛咧看见因的苦楚吼，所以耶稣就是即个上帝特别叫摩西吼，就讲你来带因吼脱离即个法老王啦吼，带我的百姓来进入即个出埃及吼安尼，所以伫即个摩西吼，伊就对上帝讲吼摩西即摆看到，咱即摆要讲，今仔日讲建立自信的秘诀嘛吼。即摆要讲吼，即个摩西伊
遮尔大、遮尔要紧即个目标，对伊来讲，即个担有担头有重无？有无？即担头真重。你敢知摩西要带遮尔侪人，差不多一两百万的人吼，安尼妇女男幼吼，即个拢是安尼，有诶是臃肿的，有诶是安怎安尼微微的，啊伫遐软骹下拢总有吼。啊，带即阵人啊要经过，啊佫经过旷野，这是偌大的困难吼。其实对摩西来讲，伊是足惊的吼。所以吼，摩西对上帝讲吼，我是甚物人，通去见法老王吼，啊带以色列出埃及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对伊来讲。啊，毋过啦，上帝佫甲伊讲，我要甲你安怎伫地。所以你毋是靠你哦，吼，你是我要甲你伫地，你要从百姓对埃及带我出来，带大家出来吼。你要伫即个山要来服侍我，这就是我差遣你的证据吼。这是圣经安尼讲吼。所以摩西就对上帝讲啊，看我靠以色列人遐吼，因吼一定无人要信我啦吼，啊，嘛也无人要听我的话吼，因为吼因要讲吼，耶和华毋捌对你显现啦吼，因为即个摩西捌去吼，上帝捌伫迄个啥西奈山遐甲伊显现吼，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伊真惊遮个百姓拢无法度听伊的话，无法度信任伊吼，伊嘛会惊大家安怎，无迄个领导领袖的迄个权分吼，伊会惊吼。所以摩西吼对耶和华讲：主啊，我素来吼毋是会晓讲话的人，啊，就是讲你就是对罗伯讲的话以后吼，嘛是安尼吼。我本来就是安那喙齿真钝的人，所以伊真惊是安那讲，我袂晓讲。我袂晓讲话，我若要甲法老人讲话时吼，我即声我就害啊吼，我真含慢，我喙真钝吼，所以是安尼吼，所以伊就惊吼，都会惊吼。耶和华就对伊讲吼，创造人的喙会是主，互人下狗，互人耳孔吼耳孔臭耳啦孔，啊目睭啊若青迷啊即个人到底创造即个人是甚物人？吼，当然这咧讲的是讲即个创造宇宙的主。万物拢是我咧创造，啊，所有诶拢是我咧管顾，啊，你咧惊啥？吼，即咧惊啥？所以吼，上帝来甲伊讲，你去吧，我安怎？你所无够，我要收拾你，要收拾你啥？要收拾你口才，要教示你应该讲诶话。你要讲啥物？你会惊？毋过我要讲，我要甲你伫地，我会互你知影讲，你要安怎甲人讲话，你要安怎去甲法老王去甲伊讨吼。啊，对遮来讲，摩西就讲，主啊。啊，你感觉吼？伊即摆嘛还佫会感觉啦？伊还佫无信心啦？伊讲啊，主啊，我感觉吼，你吼看想要找拣啥物人去吼？你较合意倒一个，你着叫迄个人去，拜托你莫叫我吼。伊意思是安尼吼，你莫叫我，你着找迄个人去吼。结果安怎？即届吼，耶和华着生气啊吼，耶和华生气啊。伊讲吼，伊着甲生气讲吼，伊讲吼，敢毋是有你的兄弟吼，利未人即个亚伦嘛吼？我知影伊是会当真够讲话的人吼。即摆伊出来，伊要赢治你，伊要看见你，你的心内就会欢喜吼。所以我咧讲，你毋是靠你家己，我已经备办一个利未人亚伦吼，就是伊的哥哥啦吼。你爱去甲伊做伙吼，伊会当甲你帮助，伊会补足你的无够，你的喙齿感觉钝，安那伊要成做你的瓦克，伊要成做你的帮助吼。所以这个摩西甲亚伦，因同齐都出去甲法老王会甲伊交战，甲伊讲话啊吼。好，啊，即摆即个时阵吼，伊讲吼，伊即个你要对伊讲哦吼，讲用所应该讲的话吼，啊，着传互伊啦吼。我嘛要想诉你有伊的口才，嘛要教示你所应该行的事吼。伊要替你对百姓讲话，伊嘛要对你准做喙，你要对伊准做上帝。吼，所以因两个关系吼是一个团体合作、团体服侍，同齐要去交战吼，安尼迄个过程中间，上帝备办一个好的人伫迄个所在吼，所以当你无够业时，上帝嘛会帮助你，互你有够业去面对吼。伊讲你着用即个你的手着举即个管啊吼，用伊来行神迹吼。所以你啊看即个神迹的部分，就是要哪将即个手来即个杖吼，神的杖吼，即上帝的杖吼。然后我就对摩西讲吼，伊讲伸你的手吼，啊掠即个，伊会伸你的手，甲等咧涂骹吼。啊，伊讲你等咧涂骹，伊会变做蛇，啊你安怎？啊掠伊的啥？尾
吼，掠伊个尾。啊，伫手中吼，游园伫迄个所在吼，即个掠的时吼，伫手中的即个游园变做是拐啊吼。那安尼通互伊的信，通互因信吼，就是讲你用即个信者内底，你用即个拐啊变做是蛇，即个是一个信者吼。啊，你知影法老王伊嘛是有法术啊吼，伊嘛有法度将即个物件变啊吼。啊，毋过伫即个交战的中间吼。即蛇吼，就会去甲伊吞食因迄边的蛇吼，所以伊就赢吼。所以即个过程中间是上帝互因有即个困难，因为这是上帝赏赐的即个管啊吼，所以讲你毋免惊吼，因为我当安尼做的时阵，因为惊嘛，伊会惊感觉讲我哪有可能去甲因征战，所以上帝就用神者互伊看讲你用即个管啊，你就会当做足侪代志的吼。啊，我嘛互你知影讲。这就是要互你证明讲吼，我就是上帝吼，我嘛要互你知，我是会当显神迹的神吼，互你显对你显现。你若安尼，你就会当啊，搁较有信心去面对遮的交战吼，你会惊的交战吼。过来吼，即个仗吼，就是讲即个一般即个官仔是咧讲固有的人，咧固守、咧保护、咧看顾吼，即个官仔是即个意思吼。啊，所以即个官仔嘛是咧象征，是咧讲啥？讲咱的即个困难，咱即个运势，咱即个才能是啥物货吼？啊，伊甲即个杖吼，即个官仔甲伊担伫涂骹，即个象征吼是咧讲吼，伊是要为主放落啥？放落即个咱的能力、咱的运势吼，甲放落吼。啊，伊讲吼，即个管仔要变做蛇的时阵吼，就是咧稳重即个啥罪甲乱俗吼，咱的罪甲乱俗吼，所以伫即个中间吼，啊，伊甲掠即个蛇的尾吼，即个罪尾蛇的尾要甲掠掉的时阵吼，伊是咧讲吼，咱来按照上帝的方式啊，使用上帝赏赐咱的能力甲困难。去面对吼，面对即个挑战，面对即个艰难吼，所以蛇会阁变做啥？管仔阁倒转来吼，这是咱哦，即个运势就是讲，你爱有上帝，互上帝用，咱即个运势才会当安怎得到交战才会胜利吼。所以咱的运势是安怎？是要互上帝用的，毋是要用伫咱的甲人的磨难即个过程中间。咱来知影讲，咱倚靠是即个上帝，吼，倚靠是上帝。所以吼。因为伊阁无相信，伫即个中间，伊嘛是阁足侪无相信，所以用管仔变做蛇，即项代志已经现现啊。另外，伊就阁无相信，所以吼，耶和华就阁用第二摆。伊讲吼，啊无你安尼啦，你用你的手吼，放伫你的胸坎内底，吼，啊真奇妙，伊的手甲放伫胸坎内底安怎，抽出来时阵吼，伊就安怎，伊个手安怎，就已经吼，拢总变做安怎，敢若烂去共款吼，啊拢总变做细，规拢总变做细，吼。啊，伊就佫甲伊讲哦，吼，讲我甲你讲，毋是安尼尔吼。你即摆吼，佫下你的手吼，对你的行程佫甲下落去吼。啊，伊佫手佫甲下落时，佫放来的时候，奇怪，伊的手安怎全拢总好去？伊嘛是要甲咱讲，即个过程中间，这就是一个神者。耶和华上帝，伊伫即个中间，伊就是要显神者，互伊看讲。我是上帝，你免烦恼，你免惊，我互你靠，吼，就是咧讲这啊吼。佮另外第三摆，伊佫无相信，嘛是佫无听吼，啊佫毋信啦吼。伊讲，伊这头一个神在第二无啥相信吼，啊毋过伊拢无爱相信，所以伊就佫用一个，伊讲吼，啊无安尼，你去吼，河的水吼，你佮甲摇起来吼，你甲摇起来吼，啊你即摆甲倒伫涂骹，我甲你讲，我要将水。变做火吼，伊倒出来时，结果吼，迄个水吼，本来是清的，怎啊变做拢总是火吼？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吼。耶和华就是要互伊看即三个神者吼，还佫有真侪神者吼。啊，我即要无要讲较济啦吼，因为神者拢总超10个中间吼，我就无讲迄，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，无法度讲较济吼。摩西你也看到摩西一生的性命转换是安吼。伊伫咱遮看即个摩西一生吼，伊伫前40天的中间，伊是伫埃及的王宫伫遐过日子吼。啊，伊就讲，迄个时阵你感觉讲伊真有困难，伊真有能力。啊，结果伊就安怎？伫迄个所在，伊嘛替以色列人去杀死人吼，所以伊就感觉伊真有困难。啊，毋过伫第二个40年的时阵吼，你咧看，伊伫旷野過遊吼，啊伫遐曠野流浪吼，伫迄个所在，伊感觉讲安怎？
伊实在啥物拢无法度，啥物拢无法度，吼！伊讲我不能了，吼，我没有办法。伫旷野中间，逐项事事拢总爱靠上帝。伊感觉我有困难，我无法度，吼。啊，伫第三个40年的中间，吼，伊带以色列吼人行对埃及安尼开始行，要去行去到迦南地，吼，即慢慢啊伫遐行，吼。伊讲吼，毋是我会使，是安怎？是上帝互我会当。吼，所以伫迄个所在，伊就经过吼，即120年中间，每一个过程拢是无共款吼，所以即是一生伊的生命的改变吼。所以我即摆要甲咱讲吼，伫咱的生命中间吼，我要问你吼，你敢有信上帝所带来的新者？你有信无？有人感觉讲，迄哪有可能？吼，啊若如果吼，上帝当创造即个万物。对伊来讲，他拄仔变遐新者，其实迄是小事，对吧？吼，都会当互世人去活，真乃无可能吼。过来，你信心，你是即个咱的人的信心，到底是你甲上帝，你对上帝信心有偌济？你若甲上帝信心哪济的时阵，你的自信就哪来哪济。你若对上帝无啥相信，你家己要相信家己，其实是有困难，是真少的吼。过来。温数吼，温数是上帝上帝互咱的足侪温数，其实迄拢是上帝互咱的，所以咱无啥物代志会当互咱感觉夸口，因为咱搁较侪外在的条件，也是内在遮个物件拢是上帝所互咱的，所以咱嘛毋免感觉讲你偌厚，吼，因为遮个拢是上帝互你的，毋是你家己的，所以你嘛无法度啥物好夸口的代志，所以你家己爱承认讲你家己真有限。你爱学讲，我今仔日拢真有限，我要学我靠是即位上帝。你看保罗，伊生中间，伊敢若夸口是基督，啊嘛无保罗过去的中间，伊嘛有真侪社会地位，吼，伊嘛有真侪伊生命的关联，伊嘛有真侪财物，伊嘛有真侪智慧，伊经过真侪的历史、能力、经历，真丰富，伊的生命真丰富。问题是安怎？伊到尾啊？屈家，当伊拄着耶稣的时阵，伊的生命完全来改变，因为是耶稣成做伊生命的光，所以伊过来日子拢是为着耶稣来活。伊讲我活的是为着安那基督来活，吼，伊讲我将万项代志拢看作是本事，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。咱甲上帝关系，你有安尼伫遐甲上帝相拄？啊！你有改变你的生命，互你的生命活出基督的形，款式也无。吼，这嘛是咱会当去想的吼。保罗伊的自信心，伊安怎伊段来吼？伊讲吼，一个真正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吼，一定对伊的生命的价值搁较有信心吼。所以伊就讲即句话，伊讲吼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。伊讲我靠着踮伫主耶稣内底，我安那事事拢会吼。伊讲上帝若帮助咱，啥物人会当抵挡吼？啥物人会当抵挡我们？这真重要吼。所以咱生命中间，你也要建立即个自信，一个真大的秘诀就是安那，你爱掠上帝做你的主吼。伊佫安尼讲吼，这嘛是足出名的即个经文吼。伊讲吼，我将万项代志拢做有损的。因为我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我的至宝吼，我已经将万项代志拢总放下啊吼，看做本事。我活的就是为着基督来活吼，这是真出名的一个腓立比书吼，真出名的一个经文吼。我活是为基督来活，我要即摆嘛要甲咱问，你活是为着你家己来活，是为着基督来活吼？其实咱拢伫即个过程中间。跑来跑去，有当时你感觉你为家己来活，有当时你感觉为着基督来活，为着当时你是为着别人来活。真侪人的性命是为着别人来活。你爱我活做啥物型的，我就活做啥物型的吼。咱有时你会感觉，你的自我的价值，你的自信心，你拢是咧建立伫别人对你安怎评价，你咧评价你家己，这敢是你自信心的来源？这个自信敢会互你跋倒？你的自信是安怎建立起来？你若是掠主，诚做你性命会看重，即个就是搁较重要的代志吼。迄个性命搁较坚固。
你看约书亚，伊嘛是一个无自信的人。头拄仔讲，摩西嘛无自信，毋过伊伫遐改变，慢慢伊知影讲啊，到尾嘛是感觉上帝才是我的倚靠，靠伊家己实在是无可能。约书亚到尾嘛是安怎接即个摩西即个棒子，嘛是真惊，因为到尾即个棒子交互约书亚，即个约书亚的时阵吼。嘛惊到要死啊！讲阮吼可能我嘛真惊吼，伊本来是伊的同伴吼，然后去陪伴他的，到尾安怎？伊嘛是诚做即个领袖吼，去诚做即个进入迦南地。所以摩西的时阵无进入迦南地，一直到约书亚的时阵才开始吼。伊讲吼，这嘛圣经足出名的一个经节，我足爱即个经节，咱来念即个经节，预备来，你着勇敢壮大，无得惊，也无得论。因为你无论往对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。即句话吼，我自古早一直到即嘛吼，我拢家记即条记条条。当我若无气力的时阵，当我若毋知影我要去对的时阵，当我若感觉对家己足无信心的时阵，也是讲当我拄着试炼真艰苦的时阵，我拢用即句话讲：你着勇敢壮大，向前来跑走，因为你无论去到对，上帝甲你伫地。上帝永远甲你伫地，你毋免惊。即句话哇，真早着我的心啦吼！我望即句话嘛，互你的心安那得到气力吼。过来伊佫讲一个吼，伊讲吼，你一世人吼，的确无一个人吼会徛条吼，伫你的面前吼，会徛条伫你的面前吼。我安怎甲摩西？伫地吼，我嘛要安怎甲你伫地？我的确无离开你，也无放杀你吼。即句话嘛是互我喏，互我真感觉讲，我一生无孤单。当阮先生过身的时候，我嘛感觉讲，即世人毋知要怎行吼，头前路毋知要怎行。我感觉讲，我的信心、自信嘛是对迄个所在来。上帝互我的信心，对迄个过去会感觉孤单，会感觉无伴。伫迄个所在艰难的中间，就是甲上帝求条条。上帝诚做我靠相当，诚做我的帮助的时阵，伊讲我无要放杀你。我安怎甲摩西伫地，我嘛要甲你伫地。我嘛是安尼感觉，上帝要甲我伫地。所以过来要行的路，毋是你家己咧行，是安怎？你无孤单，上帝带你同齐行。安尼气力佫较有气力，迄个信心对遐来。所以我怎要甲咱问吼？真重要就是讲，有当时咱自信心咱要来培养，就是讲。你要哪种想法？毋是迄个如果，要甲如果变成是如何？你的生命要安怎行？佫较重要，毋是伫遐如果，别做是安尼，别做是安尼，毋是伫遐假如，是你要安怎去做？你要安怎去行？你要安怎去跑走你人生的道路？是安尼行出来。第二种是种心态问题，就是讲你毋是干那伫遐怨叹。伫遐感叹我的人生哪遮可怜我过去是安怎，阮囝是安怎，阮翁是安怎，毋是即个是安怎，是爱感谢。你的人生，你要献就你的感谢。无论你过去是忧伤、烦恼，还是你经过的经历是无好的，遮你嘛永远爱感谢。检测真侪艰难，迄个艰难有当时是诚做你的试炼，一个真重要信心开始起造的基础。我讲我过去，我若无阮先生过身的时阵，可能我嘛无法度，即个时阵对上帝信心嘛无够野，因为我看见上帝一项一项安尼怜悯，伫遐咧看顾，即个气力就是加足大的吼。所以真重要是安怎？是你要安怎要献上你的感谢。即摆我嘛感觉我嘛真感谢，伫今年的中间，我感觉哎呀，囡仔拢总已经大汉啊，开始咧食头路，我会感觉讲，我的胆敢若加足轻的。我会感觉讲，上帝真正伫迄个即10年中间，阮先生今年拄啊第10档离开，我即10档中间会感觉，即摆拢会心内拢是感谢，用安尼感谢的心来面对我的人生吼。过来，信仰毋是一个观念，真侪时间咱拢甲，我感觉讲吼，咱咧学习神学也好，真侪。对圣经的注解了解也好，我感觉这注解了解拢是毋是上重要的。上重要是讲，你有对这的中间，对这经文的中间，看见你甲上帝的关系哪亲无？这个关系，
你甲人的关系有哪来哪深？你看圣经看了，你甲人的关系哪好？这才是信仰。你若看圣经看甲大概拢看讲，你看迄个做了无好，迄个做了无好，迄个做，你用圣经的标准来看别人，你感觉咧？这敢是信仰？这敢是关系？你甲人的关系当作是啥物？你是咧骗手，是咧鼓励，是咧帮助，足重要，这足重要。今仔上重要是要甲咱讲即个部分。咱建立自信，咱是要怎自信？咱甲上帝的关系、甲人的关系、甲家己的关系，到底迄个关系你有好无？所以信仰是行出来的，信仰毋是遮，信仰毋是伫遮。你若信仰诚做一个想法，诚做一个思想，即个信仰无行出来，嘛是还佫伫遐。敢若是学博士有专业，迄个专业拢无用伫个专业内底，伊拢无行出来，嘛无活出来，安尼即个知识嘛是假的。无效，咱讲知识是一种力量，问题是这个力量你有没有去活出来，有去用出来无？这个是较重要。迄个关系，你甲人的关系有好无？你若讲你信了，说你信仰足好诶，问题你甲人的关系足歹，安尼人敢有法度讲什么讲？这个到底是什么款的信仰？到底你信仰放伫对？好，放伫对。好，我今仔要甲人讲吼，其实咱要自信，咱建立来源足侪种，第一种是讲对咱的原生家庭开始会认同。我头拄有讲，头拄迄个人，伊真自卑感，吼，伫自卑啊，伊啥自卑感？因为伊感觉伊对人袂着阵，好，所以伊迄个自我的认同，就是讲我不够好，我是失败者，我不够好，所以迄个认定是对迄个开始。咱原生家庭，把这讲，你自细汉，你的爸母拢甲你讲，你足含慢，你足含慢的，你会感觉讲，你生即个含慢着安怎？伫藏伫你内底，你着认定自己就是一个含慢的人，所以。到底你的生命中间，你甲人讲话时，你到底是用什么话？你甲人讲，是你起造别人建立自信，是互别人绊倒，吼，真重要。过来，即个自信的真重要的来源，嘛是对生命当中，你感觉对你有影响的人。有的人感觉讲，伊的生命上疼的人，就是伊的爸母。毋过安怎？因爸母甲伊讲，你一世人扣教，哇！即个扣教，互伊一世人感觉安尼，伊真安怎？真无，一世人抬不起头来。一世人感做讲，伊的生命敢若是种践踏。我有足侪安尼患者，以前我咧看患者时，足侪患者拢安尼甲我讲伊的故事。伊的故事就是伊有受到家庭的影响，伊的生命真影响伊的人，受真大的伤害。所以真侪伤害是对细汉迄个无好的价值观一直起造，因为无好的经营，无好的即个。读较吸收进来，吼，这些物件拢是无好的，吼，无好的。我们说这个是票券，吼，一个无好的票券，就是讲入来的物件拢是对家己是一个伤害，是一个无价值、无路用，这些物件，吼，你伤害伊。所以这是一个足重要，吼。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，你起造信心来源对上帝来，你对上帝信心偌济，你就会当起造偌济。上帝讲吼，你是独一的，你是独一无二。你若感觉讲你无信上帝，你就无法度相信讲吼，你是独一无二的。足侪人讲总怨叹伊家己，阮妈甲我生个遮歹，吼，我妈甲我生遮矮，吼，我嘛会感觉安尼，我以前嘛拢感觉安尼哦，吼，安尼。所以我要甲人讲就是讲，这敢是这外在，敢是上重要。其实有当时是咱的心，甲家己打叉。家己自我价值拢总无去，因为咱看到就是这外在的物件。上帝看在你是你的内心，吼，伊要互你成做上帝囝儿。所以我咧讲，你的身份足高贵，你知无？你成做基督徒，你的身份是最高贵的。所以我即摆身份拢感觉吼，你什么学历啦，其实拢毋是上重要。你若是一个国小毕业的，可是你的生命是影响足侪人的。你的生命，你都活出来啊！迄就是信仰，迄才是信仰。你有甲上帝话活出来伫人的关系中间，你敢有？吼，这个足重要吼。所以咱来知影讲，咱的信心的建立，要怎建立甲人、甲上帝，一直甲家己，拢会当。所以你有介意你家己无？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会当介意家己的，嘛会当介意别人。迄是有信心的人，袂去骗伤别人。吼，这足重要。
我今仔要过来甲咱问自信心吼，我今仔要甲咱讲吼，到底你是一个自信的人，还是自我中心？自我中心的人甲自信是无共，一个是骄傲，自我中心是一个真骄傲，我则是自以为意。上帝讲咱毋捌自以为聪明，对无？吼，所以自以为意吼。另外一部分是安那？我感觉我是一个成功的，另外一个感觉我甲一个是失败。我要甲咱讲，到底你对上帝，你感觉上帝有成功无？还是你感觉上帝嘛一个失败？因为上帝拢无咧听我的话，吼。啊，对人咧，你不时拢感觉讲你不够好，你不够好，你应该这样才好。咱是安怎咧共讲的？这嘛是咱来想的代志吼。啊，是讲，过来就讲，你到底是要互人自信心，还是要互人摧毁伊的信心？互人的信心怎啊无去？真侪人咧讲话，是互人的信心怎啊愈来愈消风？啊，是你的家规啊，是互人愈来愈笨，会当愈安愈坚固？你到底你讲出来的话，是当帮助人、造就人，还是甲人伤害？这是最重要。过来，你是咧感谢，还是咧愤恨？你过去父母甲你安尼照顾，互你感觉真无满意，互你感觉受伤真大，还是你安怎开始咧献上你的感谢？吼，啊，你有认同无？即个信心内底，你有认同你过去所有遮个人、上帝，你有认同无？人你有认同无？啊，你有认同你家己无？所以我拢要用互无共款的人、上帝、人、外人、家己，咱安尼去看咱家己的信心的起造到底是安怎起造的？咱有上帝，咱靠上帝的话，靠家己的智慧，还是讲靠人？到底你是用啥物来挖靠？咱的信心价值，咱用啥物来挖靠？啊，你到底是顺服上帝，还是安怎？要靠家己，要行你家己的路。所以真侪人是行家己的路，无要听上帝的话。啊，叫讲甲吼真迄落种，上帝啊，拜托拜托，才去救我。真侪人是安尼的状况。所以我要甲咱讲吼，咱建立自信心，到底是安怎起来建立即个信心的来源？对安怎建立的吼？上尾我要甲咱分享，就是讲即个自信心的闭关吼，即嘛是伫保罗一直甲咱讲的话啦吼。咱来念即个嘛是咱的金句啦吼，咱同齐来念一遍来。踮伫想事我快力的，我事事拢为，这是台语嘛吼。啊，国语咧，咱同齐来读一遍来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好，你即摆甲隔壁来讲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甲你个隔壁。所以不是靠着你的力量哦，吼，是靠着谁的力量？上帝的力量哦，吼。好，我今要甲咱讲，上帝的疼嘛要坚固你的信心。上帝的疼要坚固你的信心。真侪人无自信，是因为伊无受到风疼。伫细汉的时阵无受到风疼，到大汉的时要疼上帝，伊感觉足困难的，伊无法度摸着上帝的疼，是安怎？因为自细汉妈妈都无甲我疼，地面上的人我都疼袂着啊。上帝哪会疼我？我感觉看袂到的上帝，我无法度想象上帝咧疼我，我无法度。这个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。过来，上帝应允讲，伊永远要甲你伫地，你有相信无？来，我问你，你有相信无？有无？上帝应允，伊讲吼，伊要永远甲你伫地。所以我咧讲哦，你即摆毋好阁讲你孤单，你毋好讲你无伴，是安怎？上帝应允就是讲，你要甲伊永远要甲你伫地。啊，那你既然是安尼，你哪会孤单？因为上帝就要甲你伫地。所以我咧讲，你的人生，无论拄着偌大的试炼，无论拄着偌大的艰难，你靠的啥物人？上帝啊，这是一个全能的上帝，对无？是一个好业的上帝。你嘛免惊你无钱。我甲你讲，我以前伫即个栽培囡仔的过程中，我一个人要请3个囡仔，我嘛不是感觉讲钱来对。我祈祷变命祈祷，钱就来啊，嘛真奇怪，钱是安怎来？你讲变掉下来，我嘛毋知。至少我毋捌去共借钱过，我嘛和阮哥哥，我嘛毋捌甲借钱过，拢毋捌共借钱。我就是安尼家己安尼，甲上帝讲，啊上帝就互我。足一摆吼，我有一摆会记得我就是无钱，我甲上帝讲，上帝我吼即摆剩600箍，啊我要活即个我袂晓活，我至少吼即个要6000箍才有法度活。啊结果吼，我甲上帝祈祷，我讲上帝要安怎？即6000箍要对来，我阁无想要共借。吼，我足惊共借钱，人就会看，要安怎讲？就
后摆离你较远的，我会惊安尼吼。所以我拢感觉讲吼，靠家己，靠家己，靠上帝。我著甲上帝讲，啊上帝，我祈祷的时候，真奇妙，我拄啊2个演讲，迄个月大概拢无演讲，但迄个月有演讲，2个演讲，一摆演讲3000箍，拄啊2个演讲拄啊6000，拄啊好，拄啊好，你看，你祈祷上帝就互你啊。所以我你讲，我足济吼拢是祈祷来的，迄钱拢祈祷来的吼。所以我要甲恁讲吼，咱的生命中间吼，你有欠缺，你无够业，上帝互你起做信心的来源。真侪人信心拢看着人啦，你看着人，你就跋倒。我咧讲，你的信心嘛建立伫别人的性命中间，真紧跋倒。所以我要甲恁讲，咱的性命信心起做伫倒。你会记了吼，即句话你若今仔啥物拢袂记了，敢若记着即句话，安就有够个。OK， 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知影你是赏赐阮有够个，虽然阮真欠缺，阮真无完全，毋过阮毋是靠阮家己，阮知影阮有限，阮的才能嘛有限，阮的性命嘛有限，阮的体力嘛有限。毋过，阮知影，即世人中间，阮只有靠你，别项拢无法度靠，只有靠你，成做阮生命的帮衬。求你安尼甲阮三甲地地，互阮成做一个有气力、有信心的人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起入来吟圣诗491首，打伫青年时代，打伫青年时代，人生充满选择，思想看法找求应答，面对五望疑惑，主，阮要归向你，求你引带无离。伫阮一生所行所做，找你形象旨意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即是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。这是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，请牧师报告甲介绍。兄弟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伫主的面前三甲伫遮敬拜。这个时咱来欢迎几位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吼。咱来欢迎颜素玉甲伊的两个公主，柯佑甲俊逢，好无？咱欢迎因伫来。严素玉柯佑俊逢，请起立一下好无？嗨，OK， 好，愿上帝赐福恁咯吼。来，咱个欢迎郑惠璞甲张婉珊，毋知恁伫倒位 ？OK， 好，上帝祝福你们哦，吼，愿上帝赐福恁，对愿您来哦。OK， 愿上帝祝福。会早起伫咱的中间，也阁有一位迄个陈思良团队，伊本身来思良团队，请你来起来一下好无？我想咱甲伊欢迎一下。伊是对出世就真严重脑性麻痹的天生的婴仔。但是到伫今仔日，伊写这本上新的天天与耶稣基督同在的生活，已经是第25本，已经是第25本的册。伊是迄个台大铁路系的硕士，然后伊克服家己人生有真侪障碍，直直行到遮。一心一意就是干那。
要甲改变伊、丰富伊生命的即个耶稣传互台湾逐角落的人，然后伊去到伫監獄，去到伫逐所在遮学校伫咧做報道。你等下若有機會，你甲伊講話，你會看見伊人有真侪無好勢，但是伊的思路足清楚，傳福音的熱情真熱切。下早起6點就來離教會的大門。6點已經對北部坐車來到伫咱即個遮，6點準時甲牧師嚟電鈴，就講一心一意講，互我有機會來將上帝互我的恩典分互眾人。所以咱若有誒時，加甲伊分享一個，摕轉去做見證，講有即款的人，因為信仰幫助伊的生命豐富起造，無看輕家己。会当赢过得勝到有春，咱佫一擺甲伊拍一個拍仔咧，好無？完全就適合。毋知抑佫有新的朋友佇咱的中間無 ？OK，若無的時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想我簡單做幾項的報告，吼。等下禮拜三中晝12點，花語堂有要開同工會，吼。咱4月22，後禮拜日、禮拜三了後。咱教會就有44個人要去耶路撒冷，所以迄個各國22迄個禮拜日有是聯合的禮拜，因為花語灣有一寡人過，所以咱就聯合禮拜。迄個唐明忠牧師一個前輩，真教界真受敬愛的前輩，我甲伊推薦佇車中間，所以來帶咱做禮拜，吼。然後迄個咱的生日基金的一寡規條，佇即個才有一寡更改，修改，請咱家己看。真多謝咱逐個人小可有一個限制，咱的迄個群組，即馬會當逐個人會當取得一寡平衡吼。真多謝大家會理解，因為教會人多需要無共款。所以有人講，牧師，恁都干那家迄個恁的手機弄無聲就好，都毋免驚人安怎吵。我甲你講，你會當弄無聲吼。教會牧師傳道，教會同工，我攏請因愛定看手機啊，因為愛若有啥物代志，逐個人通過遐佇咧傳達信息。所以阮呢，你會當無愛聽，你甲切無聲。阮都愛互人吵幾工安尼吼。所以請你會當理解這個事。OK，教會有真濟事工佇咧進行，教會有真濟需要代禱的人，請你若會當三地代禱，帶相關的人互相探訪，特別是咱破邊以及這一寡資深的咱的兄弟吼，願上帝會聽佇咱的中間，佮替咱教會這領導者，逐個人三地祈禱。因為阮需要咱眾人替阮祈禱。以上報告，多謝。這是咱三角吟聖詩495首，上帝是我一切毋望，上帝是我一切毋望，堅固我心攏無離，帶我經過亂世穩達，善良真實就是伊。只有伊應徛起，調我心識歸屬伊。請起日來因第1節就好。上帝是你甲我永遠的倚靠。但所聽的兄弟姊妹，這時咱要佇聖神的恩賜甲充滿的下面，你要受車進入這個世間，就歸還你的性情，互你成做一個新的生命，帶來這個世界的願望甲祝福。願三位一體上帝賞賜你，恩賜你。
甲你相合同在，坚固你的手所做的工，对即时到永世大保证。阿免。请坐别倒，就诚做一个活出意义甲价值上帝的百姓，就掠你是上帝的囝甲基督徒来欢喜，愿上帝赐福。